加州南岸空氣品質管理局上個禮拜五投票拒絕咗一項提案。該提案規定將會逐步淘汰洛杉磯嘅天然氣家用熱水器同埋供暖系統。提案要求製造商需要喺洛杉磯地區逐步銷售零排放嘅取暖設備。2027年呢一比例將會達到30%。同時，如果銷售天然氣家電，需要支付額外費用。據悉，該提案可以使南加州嘅氮氧化物排放量到2060年每日減少6噸，挽救大約2490人嘅生命，並節省250億元嘅醫療費用。提案反對者包括橙縣商業委員會同埋前洛杉磯市市長 Antonio Villaraigosa。佢哋表示，該提案將為消費者帶嚟巨大嘅經濟負擔，並引用一份報告，估計呢一啲措施每年嘅成本高達89億元。然而，Floodlight 同埋衛報之前發布嘅調查發現，南加州雅思公司以及相關團體傳播咗有關該提案嘅誤導性信息，鼓勵市長同公眾官員反對呢啲措施。特朗普政府亦都威脅話，如果呢啲措施被採納，將會提起訴訟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